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天氣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，我係林永章。喺搭航衛星雲圖會見到廣東北部雲量就比較多，咁但係沿岸嚟講就相對雲量比較少啦。咁喺太平山望出去維港就見到夜晚嘅時候天色都幾好嘅喎。咁今朝早各區嘅氣温就大概喺13至16度左右，新界就再低幾度啦。我哋預料一股冬季季候風會喺今日稍後逐漸影響廣東沿岸㗎。喺之後2-3日，該區天氣會轉冷，而因為天晴同埋非常乾燥嘅關係所以日夜温差亦都係比較大㗎。咁所以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，最高氣温會上升到去22度㗎。吹和緩嘅北至東北風，稍後風勢會係清勁嘅。咁展望方面我哋就預料之後嗰幾日早上市區最低氣温都喺12-13度左右，而新界會係再低幾度㗎。咁天晴同非常乾燥嘅原因日夜温差亦都係頗大嘅喎。咁今日天氣就講到呢一度，下次再見。天氣方面，環保署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嘅水平，路邊監測站係中嘅水平。呢節 Now 早晨報道完，再會。